周小松議員。多謝主席都俾機會我發言啦。我就好支持政府咧，就即係對網約車嘅服務咧提出一個法律上嘅規管嘅，同埋咧我都係基本上認同政府提出一啲嘅基本嘅框架。不過我有幾方面關注啦。咁啊，第一個咧就關於車輛嘅許可證嘅配額嘅問題啦。咁事實上條例就冇觸及到配額嘅數量同埋日後點樣去申請啦。但係咧，自從呢一個我哋嘅立法建議出咗嚟之後咧，有好多即係依家做緊全職嘅一啲摩托車司機咧，都有同我反映啦。其實佢哋咧都係好擔心日後可能會申請唔到配額嘅時候咧，佢哋會因此而斷咗個生計啊。咁我想問下政府咧，就即係我哋依家我哋推出嚟嘅時候咧，你係用一個咩嘅方式去處理呢一個配額嘅分配咧？你係先到先得啊，定係話即係抽籤咧嚇？咁你有冇辦法去確保咧？依家服務緊嘅、依家做緊嘅一啲全職嘅摩托車司機，或者時間比較長、比較穩定嘅摩托車司機咧，而且佢嘅服務表現又良好嘅，會唔會得到一個優先嘅機會，可以攞到呢一個牌照咧？以避免咧日後即係想做嘅又攞唔到牌，攞到牌嗰啲咧可能係攞定先啊，我雪藏嘅啊，日後先至做唔做我先睇嘅，咁避免咗呢一個情況嘅出現。咁呢個第一個。咁第二個問題咧就即係喺條例嘅第4條咧都講咗啦，就日後網約車咧都可能會成為一個都會被視為一個公共服務車輛啦。而目前咧啲巴士啊、小巴、的士司機咧喺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嗰度咧係有責任嘅，嗰啲司機係會受到一個一般操守嘅條款咧去規管嘅。咁日後我哋網約車司機咧係咪就佢又唔需要受到呢一個一般操守嘅條例規管喎？咁另外一方面咧，我哋如果係的士司機嘅，佢都會受到記分條例嘅規管喎。啊，如果同樣係兜路，同樣係濫收車資，呢啲喺網約車都有機會出現嘅。咁佢又唔會受到一個懲罰嘅喎。咁當然阿局長你講過啦，呢啲咧可能會交俾平台去處理。但係我想問啦，局長你點樣去確保平台會盡責去處理呢一類嘅問題，同埋咧會公正地去處理呢一類嘅問題？主席，我問住呢2點先。好啊，局長。好多謝周議員嘅提問嘅。首先呢，我哋就住喺主體法例裏邊呢，都有定明咗咧。處長日後係會喺個憲報嘅方式咧，就係去定明我哋就住呢啲網約車嘅車輛嘅總量嘅限制嗰個限額。第二方面呢，亦都係有定明咗，亦都係賦權咗處長咧，日後咧係可以定一個合適嘅方式，去將呢一個嘅數量嘅許可證嘅數目咧，就係去分配。咁我哋今天呢，亦都咧喺個框架裏邊呢，寫咗呢個大原則，如何去作出一個合適嘅方式咧？我哋亦都會希望進一步去思考，務求咧尋求一個最合適嘅方法，係能夠公平公正咁樣去進行。剛才周議員提到嘅就係現時可能有一啲過去都用佢哋嘅私家車去從事提供網約車服務嘅人士啦。咁喺目前嚟講呢，我相信我哋喺點對點服務嚟講，能夠提供運力嘅司機呢，一定係我哋最珍惜嘅。無論係網約車嘅司機或者係的士司機，都係我哋希望能夠日後推動到呢，去壯大呢個司機嘅供應嘅個庫，同埋係能夠咧推動更加年輕化，亦都佢哋係會擁抱科技。咁所以咧，我哋喺日後定個合適方法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多啲去同各位議員同埋業界，包括司機嘅一啲組織嘅朋友，都係我希望日後我哋能夠擺多啲功夫咧，多啲去同佢哋溝通，聽聽佢哋嘅關注同埋佢哋嘅訴求啦。咁我哋都一視同仁嘅。其實正我剛才所講咧，日後我哋簡化咗的士司機個筆試咧，亦都係應業界有咁嘅提供嘅意見，就希望呢個試咧係可以統一化。我哋係一視同仁，希望吸引多啲司機，無論佢用一個咩方式提供點對點服務咧，都係有助呢個行業。
咁至於咧喺個法例裏邊咧，我哋亦都就住網約車司機佢嗰個條件咧，我哋而家咧目前嚟講係冇規管。日後咧，我哋都會定明咧，佢有一啲交通嘅罪行咧，過去5年咧係唔可以有犯呢啲記錄咧。呢個係其中一個條件嘅要求。但我相信咧，對於相對喺的士司機而言，佢哋咧係透過平台有一啲嘅預設嘅價錢同埋預設嘅路程咧，相信係大大會減少咧，係佢哋好似出現喺的士行業嘅司機一啲兜路啊或者濫收車資嘅問題。咁所以咧喺個規管上咧係嗰個方法咧會係不一同嘅。我哋係會傾向咧透過平台咧係作出一個監管。多謝主席。